2位的学生进来北港高中就读。那我们给他的承诺，我们已经有最好的设备，也有很好的师资。我3年后，我们希望都能把他送到顶尖的大学或医学院就读。我想这是对父母亲最好的一个交代。北高今年受到大家肯定，我们表示感谢，因为能够赢到社区的认同跟肯定，我想对地方才是重要的发展。也欢迎所有的人就近入学，真的很好。除了环境之外，多元学习之外，你发觉到更重要的是，你每天多人家2小时，读得更多，学得更多，学得更快乐。谢谢。那边有一个孤儿院，我们班上很多孤儿，同学就好几位，功课也不错，但是我们那时候要考初中，他们就没有办法考，就去当女工啊，当一些打杂什么的，都很辛苦。后来在7、8年前，我就想说，收入算不错，这人生也算很顺，就拿一些钱来回馈，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，他们念书可以不要那么辛苦，那以后的社会人会更好。其实两个小孩子在做学校选择的时候都有一些犹豫。那我自己鼓励他来就读北港高中之外，那后来我们也到妈祖庙去拔杯。那最后尤其小那个元格他抽到的叫做福利远行，那当然就是就近来就读是最好。所以说最后就选择目前是打算走北自然组，港高中，应该是会往一科就是医学院为目标。我去读外地高中的时间来做睡眠或是来读书的话，这样会比较好。我的目标是牙医系，我想透过北高的环境体系，就是上到那个牙医系。北高这里的环境很好，然后老师这里也都很热心，很照顾我们，所以就觉得好像选北高还不错。中战。